講到高雄的戲賽甲，佇咧國際比賽是真出名，為世界各國內的隊伍佇咧鑼鼓聲當中，面對踩佇咧水陣的條仔，因徛佇咧真懸的所在，展現人獅活跳的氣勢。咱台灣的代表隊內底有一個成員，甚至因為研究人獅，摕到博士的學位。下暉7點半，青春咱的夢要帶大家做伙來看這個少年家安怎用打拼甲堅持守護咱台灣人獅的文化。為大卡步、車領導到跳起的鋼條，陳建虎甲連瑞德兩個人只要一個眼神，就會當體會完美配合。合作了20年，人獅對因來講已經唔是奇藝，是一種日常的節奏。陳建虎講，這是對伊已經佇咧天頂的老爸一個承諾。我想要做互伊看，伊講好，無後一屆你比賽，我去看你比賽。我講好啊，安尼，我比賽一定摕冠軍互你看。但是就講完這個代誌了後，無過3個月就轉去啊，就離開啊。所以這是我心內的一個遺憾嘛，就是阮爸爸無親目睭看到我人獅。這個就是大家要去找到的，就是有點像是你在摸索未來就業的市場中有沒有什麼突破口，這個市場現在的需求是什麼？負責獅尾的連瑞德，因為人獅改變人生的路，伊用人獅的經驗探討運動心理學的論文研究，一路讀到博士，加做大學的教授，還佫紅合作是人獅教授。就現在心裡面的目標，不管是在北師大還是在培德，我不管是在什麼樣的角色，我都希望為台灣培育出更多舞獅的人才，然後幫助我們台灣拿到好的成績。2年一屆高雄戲賽甲是國際上3大人獅的比賽之一。今年除了有為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甲日本等等國家來的隊伍來參與，還有重現已經6年無出現的水頂人獅。面對國際級的選手甲難度真懸的舞台，陳建虎甲連瑞德無去有壓力影響，顛倒是甲買20年累積的力量，在這個時陣提出上好的表現。對因來講，舞台並不是終點，安怎在鑼鼓聲當中培育後一代，守護而且傳承人獅文化，是因一世人的夢想，嘛是一世人的使命。記者吳德慶、葉家軍綜合報道。